旺角一隻，牛頭角又一隻，咦，尖沙咀、油麻地都有喎。最近如果你行過呢幾區嘅報紙檔，有冇發現呢啲咁得意嘅貓咪喺度梳扶緊？睇真啲，旺角呢隻貓全身都 bling bling 閃石，貴氣得佢啊！牛頭角就黑掹掹，帶住神秘啊！油麻地呢隻呢就花碌碌嘅，最招積就係尖沙咀啦，成身名牌。原來呢幾隻貓咪係幾個本地藝術家嘅作品，今年4月分別放咗喺油尖旺幾個報攤上邊。表面睇，貓咪好似只係用嚟裝飾，實情佢哋隻隻都好威水㗎，肩負起拯救報攤嘅使命。我有個做咗好多年嘅報紙檔嘅朋友，咁佢係由10幾歲做到50幾60歲㗎啦。咁佢咧有一次咧同我講到咧，報紙檔依家咧嗰個辛酸。其實報紙檔咧喺最風光嘅時候咧，真係可以按佢哋講，真係可以養妻活兒㗎。咁但係依家今時今日咧，其實係受嗰個便利店啦，嗰個免費報紙嘅夾擊啦，咁真係喺嗰個收入方面係相差好多。其實香港高峰期有2800檔報紙檔，依家就得返400檔啦。做開廣告生意嘅阿 Ken 就話唔想報紙檔滅亡，所以就用咗過百萬同幾個藝術家搞咗呢啲報紙檔 crossover 貓咪嘅革命，希望可以借助活化藝術，令報攤可以尋找更多嘅商機。佢仲話希望報攤可以好似貓咁有頑強嘅生命力啊！